我一直有在打网球，对，很喜欢打网球。那大概是一周几次？大概2次，可是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，比较不好，有时候可能1个月可能只会打2次。那想要问一下说，因为这一次的设计的话是以女生为出发点，你有比较推荐的什么单品，或者你特别喜欢的？其实我都还蛮喜欢的。其实像它的有一个就是帽 T 的那个，那一种，我觉得都很好看。对，因为其实你平常夏天可能就是想要穿一个，因为它上面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开叉，对，就可以配一个就是小短裤啊，然后一个袜子这样子搭配。但其实我自己很喜欢是今天这一套，因为我觉得这一套可以就是很多不一样的穿搭，因为它是一个喇叭裤，然后里面其实可以配crop top 啊，或者是你可以就是整个拉上去，它就会变成比较就是像秋兜这样子，或者是你可以手拉下来，然后它可以就是分开穿，或者你可以单穿也都可以。李佳瑞先来持球，最后给高国豪来做一个高位的挡拆，然后，这一次的战术完全用掉哦，而且算是比较年轻的球队，压迫是必须要有。哇，这球漏掉，换左手2分拿到，高国豪，这球好球，哇，双卫的配合让高国豪包进这2分。工程师因为放上是双卫嘛，2个比较矮小的阵容，怕被打脸。高国豪突然间又来耍了一下，这7分都在这一节。领航员稍微有点放对方外线，结果就付出代价。这真的是窃天气。对，碰碰马上得分给我们看啊，而且用他招牌的小勾手将功折罪一下。这边高国豪马上也还颜色。威胁性，高国豪来尝试外线一个，哇！想要硬打，哇！让肖顺义又把分数给挤进去。哇！这个传球假动作，竟然是一个幸运的3分球。没错。